亲同乐飞，大家来上飞。大家好，我是朱海军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小王子吴永平。哎呀，今天受到我们的乡亲朋友，尤其是桃园的哦，桃园的乡亲朋友。唐讲吼，俺的 FB 啊，俺的粉丝团呐爆棚了，是不是？真紧哈，全部是大天发本那个制作单位啦。哦，还有人私讯给你的，对不对？也有私讯给你的啊。你又没你又不是我的管理员，你怎么看得到我的私讯？那你怎么会知道我有收到讯息？因为你大嘴巴跟我讲。可见我们的那个乡亲同乐会真的受到很多乡亲朋友们的喜欢呢。真紧，尤其吼大天发本的那个制作单位讲，哎呦桃园好爱来啊，嘿呀，夹来那个桃园那个大本营呐，客家的大本营，真紧的客家庄哦，俩金不赢哈，就来实现给大家，实现你们的愿望哈。好，按用夹来叫做3位评审欣赏，金曲歌后王凤珠欣赏，节目主持人齐顺刚欣赏，歌友班欣赏，210欣赏。3位评审欣赏给做题，对，这3位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哈。今天麻烦咯。好好看节目个哈，好好来看表演。听电视就要听电视哈，嘿，尽量哈，本大家拢会做得皆大欢喜，拿到奖金贵亿，好吗？啊，今日用兵啊，传的节目动精彩哦，看下来看夹来看天主的表演。参赛者表演体由评审欣赏钦定的，迄讲3位评审一致通过，就做得到奖金2000元哦。人生就像一架大舞台，每种角色都是人才。有人台上发了发光，有人披着热心来做到。人生舞台，没人没梦想，没人甘愿下沉。人生就像一架大舞台，每种角色都是人才。有人台上发亮发光，有人披着热心来做到。人生舞台，没人没梦想，没人甘愿下沉。相标，取人生第一秒。人生舞
石沉太海，爱知天之心，唔惊风浪，酸甜苦辣都系一样。敬爱来，愿意吞上冰，取人生第一名。第一季哦，然后天使给头先给观众朋友问候问候一下。一下。两位主持人，3位平行线上各位乡亲大家好，大家早。哦，会唱歌的又会讲法，吼，又会作词，这个歌词去甲写，嘿，通讲伊写词有冇？写都有得奖的呢。真嘅呢？平常时喊模式就写，喊模式就写。做歌曲唔係去家做的哦。嘿啊，一家做的啊。哦，很多乜改名？第一名。这首歌是第一名，第一名哈，第一名。很多。喊前冲就第一名了。真嘅。哦，你比賽。用版唔會第一名嘅，錯冇？唔前衝嘅時間嗌歌名就第一名嘅，所以你只出去哪一首歌嘅比賽，嘿，啊真勁就第一名。就講嘿。前3名有啦。謙虛了哈。天傳人啊，呢首歌曲吼有得獎。詞的部分。竹東山歌嘅天傳人嚟哈，嘿，得獎2年咧。得獎2年咯，連續2年都唔得獎哦。嘿，很強呢。103年，啊個月咧，還有1年呢。106年。好，106年。哦103跟106。106韓國107年2年。哦，連續2年。今年有報冇？有哦，還前去係咪？係。佳作而已。有得獎，已經有得獎誒，有。好，明年就問第一名誒。哦，希望。有機會有，啊，繼續寫下伊好嘛？唔真講寫一首歌曲，很多冠軍，做嚟得到第一名，或者做嚟得到冠軍。哦，哎呦，全部就本意拿走咧。好，所以咧，我們。來唱滿你嘅評審欣賞啦，嗬！來，有唱到你嘅風主欣賞。哦，你啊，小兒當叫無看到佢哈，唔過佢嘅歌唱路啊，我按到佢第一名。一整天就第一名。嘿，佢唔看佢嘅台風，佢嘅服裝，韓國佢很有舞曲。哦，真嘅。嘿，安陽人嗬嘅舞台效果真好，啊見到個進步當中嗬，要做到自家寫詞作詞，作曲嗬，還有呢，佢竟然要咩得到獎啊？田傳人嘅作詞嚇，要得到獎嗬，祝福佢啦，一路順通。哦，希望先生，有啦，得到欣賞嘅昆聽啦，繼續寫下伊，繼續好好唱。好。哦，咁看見明年有辦法一直通過嗎？老師請下燈。有人剛剛跳不對嗎？沒有吧？哈，有嗎？有嗎？沒有。只是剛剛前面的已經往後退，後面的忘記走出來了。明年有辦法一直通過嗎？老師請下燈。我剛講，兄弟哦，一直通過。好，希望先生。金明義旁邊的舞群啊，舞群小姐表現得很好，對不對？哈，有加分到哦。去加個姐妹版，係冇？係啊。好。哦，下一擺繼續加。很棒哦。哈。下一陣人嚟好嗎？好，下一陣再嚟。好。嚟看下來看下一組嘅表演。
上鼓励。哇，分享呀一吹。分享。大家好，各位评审欣赏好，两位主持人好，还有嘞，还有乐队欣赏小康老师，小康老师好，哎，大家好，我都冇个名。庄友神啊，友神啊，安泰啦，安叫冇看到诶啊。你位迄讲给妈妈。阿姊，出来要讲阿姊。阿姊。一开始也拢会唱歌诶啦，没想到你们的乐器那么厉害啊！真的啊！然后一句诶，一年哦。那妈妈嘞？妈妈才几个月？妈妈才学几个月，所以拉得不好。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拉这个呢？为了要跟儿子上台表演吗？没有，就是陪他一起学习啊。你要懂困难呢。你有没有想要学这个乐器？我觉得二胡，因为它是要绝对音感。一开始是姐姐到弟弟学，嘿，俺爱为了讲。讲起袂好，唔从爱学去学，爱长第二去纠正去那偏重。对啊，还有姐姐放弃了是不是？冇啊，升高中，所以先停下来，停一年。先停下来，以课业为主。对。哦。啊，就问妈妈喊，吼，就出来学安尼啦。啊，伊拜问爸爸，问爸爸。冇啦，爸爸出钱。嘿，爸爸出钱就好。出钱就好，啊，钻研了就好。嘿，好年人，继续加油，我觉得很厉害。学才艺的小朋友哦，永远都不会变坏。对，来谈一下评审欣赏嘞，有冇个看法？一定欣赏。图欣赏。你看，安尼幼成小弟弟吼，啊真给老牛喏，吼，谈讲你还未都学到的时间，还有演讲比赛都是拿第1名，对不对？嘿，而且客家的演讲比赛怎么拿第1名？然后你还吹笛子，你会拉胡琴吗？会。哦，也会拉。刚刚这个就是张妈妈吼，真的。紧张啦，虽然她的音吼，比如说高音某都会某相关，对吗？你因为跟记长也听，某相关，他是为了就是要陪儿子嘛，陪来也穷下来，不管来唱歌，然后爱显了，然后哈，就是因为要陪着小孩子，但是培养共同的兴趣，然后可以就近，然后可以纠正他、指点他，那非常还好，可以增进我们母子之间的感情。对不对？当然啦，你看你看画面，看妈妈，然后带着你儿子一起来，一个吹笛子，然后一个拉胡琴，那画面是非常美的，要继续拉下去。然后幼成小弟弟，懂不有懂腔哦哈，来恭喜你，好恭喜你。接下来看评审欣赏哈，有办法一致统高嘛？老师，请下灯。来，3只点。来，继续哦，继续加油啊！这个1年多，然后妈妈也后期几个月而已哈，继续。唱歌会较早。真嘅哦。海子嘛做得来唱歌的啊。係啊。看下来看海子的表演哦。就越不懂我，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女人心，太阳闪耀，激情展示，快交出你的心，放下武器，不用怀疑，快交出你的心。女人心，叠对用心。让我紧紧的越过奥林巴斯的天空，歌颂爱情之谜的温柔。甜蜜微笑的背后，我用智慧来操作，要你乖乖的效忠我。谁能够不着迷？谁能够去抗拒雅典娜卓著的聪明？弱小的英雄付出了所有，想赢到一点真感情。女
掌声鼓励。哎，好宽。厉害！请问欣赏迄哪位？哦，一看就知咧。哎，单眼界的啦。因为只有你戴墨镜，看就知。老天自己头前给讲。哎，问候一下嘞。两位主持人，好，个现场的3位评审先生，个电视机前的乡亲，大家好。哦，吴老师啊，也可以请问下，一个团吼成立了一久嘞。也团喺去年才成立嘞。去年才成立了，康裕的刚刚成立了10多年嘞。哎呀，哦，那个协调性很够，对不对？默契十足。但是他说哦，他刚成立的时候也是有一些状况出来的。哎呦，例如同手同脚啊，喂哦，一般也跳唔出zu位啊。吼，还有跳跳的，嘛个东西走出来。有啊，逆反啦，逆反的啦吼，内搭啦都掉出来是吧？女人心呐哈，太重，差不多一排1周的时间，样可以完成。那啲女人心吼，差不多哈就1个礼拜到1整夜的时间。1礼拜到1整夜的时间，其实愿举很大嘞。1个礼拜到4个礼拜。大家有结合时间，大家有限的时间啦，用个来联络，还有限大家出来联系人。哦，就要记啥？还要记啥？系。哦，听讲当然还要观众呢，还有1年差不多只有5、6场。哎呦，等到去台北嘿，哈都台北去啊，很强哦。有去表演，还有去比赛嘛？冇呢，我去年刚成立咧冇一脚啦。哦，唔过继续讲。跳到今后，什么他去卡？对，有唱到那个名主持人，那个评审先生嘿，孙刚先生。看到人今日啊舞台嘅团体，看就提系天宫战队、彩虹战队，对不对？少了一位嘛，红橙黄绿蓝靛，是不是？哦，海军加入就 OK 了，对不对？其实你知道，N63嘅太极嘅跳舞，虽然讲咱冇应验，系咪？网有一年，去年12月张成立嘞，去年12月啦，107年，都要107年，可是看不出来哈，看不出来，而且成立了10多年呢，舞风很稳，对，舞风很稳，其实我看到他上色啦，有啲人跳唔错咧，唔过如果冇表现过，效果冇咧，效果，冇啦冇，如果董英正繼續有去跳起咧，董英正當好，繼續加油，冇簡單。懂針掉。好，什么先生？有人刚刚跳不对吗？没有吧？有吗？有吗？没有。只是刚刚前面的已经往后退，后面的忘记走出来了。有没有定准备？没有，那是那个是渐层。对，那个是一个开关自动门的效果。对。那看今日有一支通告冇来看。看评审欣赏。哎呀，3个，重点拿出来。什么评审欣赏？什么？夹颁奖，观察一下别来。推中，哎呦，你们吼继续加油哦！下一拜，咱个带另外的曲风来表演。希望一个团吼可以1来1多年来参加今年好冇？好啊，爱做的冇，爱做的冇。做的啦。像条多那齐先生讲的，加入你们的彩虹团队应该还不错，对不对？爱舞集团。哎呀，天使给前面观众朋友能有兴趣发，嘛做的打电话就刚才讲哈。唔错。有请到今后的才艺上的表演来发，夹打电话咯。唔错哦，今日咩辛苦3位评审先生，还有今日一个表演者。乡亲同乐的，大家对上飞，下次见。